走，我带你们去游乐园玩。哎，这谁的车呀？怎么停？手机响了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是你捡到我的包了吗？啊，是的，我现在在那个人民广场这里。哦，我估计是掉烂了。那你方便在那儿等我一下吗？我一会儿马上就过来了。你还要多长时间呢？啊，估计20分钟左右。啊，那你快点哈。啊，行，谢谢你，你别走啊，好。好。哎，这里面怎么还1万块钱呢？哎，妈妈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哎，别说话，你以后的学费都有了，我们在这儿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听见没有？我们再等一下，你别说话了啊。哎，是您捡到我的包了吗？啊，是的。还真在这儿呢。啊，你看里面有一部手机，你要不给它解一下锁？哦，没事，是我的手机，肯定是我的。来，你看人脸解锁是不是解完了？还真的是你的。我的，对。以后手机就别乱扔了啊。啊，行，没事，真的感谢你啊！你要是今天没有你这大好人，是不是？我这东西可能就是人拿走了。你看里面还这么多钱呢，知道吧？这跟员工准备去发奖金的，知不知道？诶，我的奖金好像是5万，现在怎么就4万呢？是？哎，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在这里等了半天，你的钱不见了，你还怪我拿了你的钱呢？没有，我没有说怪你的意思，我就是比较纳闷儿，知道吧？也可能是前面的人可能有看到这个拿了1万走了，还是怎么回事，知道吧？没有怪你的意思，我这还感谢你来不及呢。妈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老师跟我们要拾金不昧。别说话。哦，看来是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，是吧？啊？没事儿，我又没拿你钱。别听小孩子瞎说。没事，我小孩子我相信还是本性比较淳朴、比较善良、比较诚实的，知道吧？没事，这个也无所谓，知道吧？你要说今天不是你捡到我这个钱，我这袋子和我手机里面重要资料可能全部都被别人拿走了，知道吧？没事，如果真是你拿了也没关系，知道吧？这1万块钱呢，只当是我给到您的一个回报，好吧？正好呢是你说的。2个孩子带去买点什么东西吃也行，是吧？暑假呢，是吧？带他们出去玩一玩也行。这个还是由衷的内心的给你表示感谢，好不好？没事啊。行，这个小朋友还是比较棒的啊，诚实守信啊，请保持好这种善良的品格，好不好？行，没事，那你们忙吧啊，好吧？还是非常感谢啊，好不好？